講完上一條 Cartier 加價嘅影片之後，有好多朋友都話，除咗加價，依家喺香港要買到最新嘅 Omega 同 Cartier，好似越嚟越難。傳統錶店通通話冇貨。今次我哋就用 Richmond 同 Swatch Group 最新報告入面嘅數字，拆解背後原因，同你講清楚點解佢哋越嚟越重視自家零售，仲會令新貨越嚟越矜貴。開始之前，先講少少背景。Richmond 係珠寶家高級腕錶巨頭，2026財年銷售去到224.2億歐元，入面珠寶部門包括 Cartier 就有165.4億，佔晒成個集團70%幾，利潤率仲要超過30%。Swatch 方面，2026上半年淨銷售有31.21億瑞士法郎。Watches and Jewelry 分佈喺固定匯率下增長9.5%。6月營運利潤率直頭升到15%，即係兩邊都喺高盈利、高現金流嘅狀態入面玩遊戲。咁有咁大盤數，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哋仲需唔需要靠批發去衝業績？ Richmond 喺年報好坦白，話 Direct to Client Sales 已經升到集團總銷售嘅77%，當中自家零售店一個渠道就佔71%，批發加版權收入跌到淨係23%。換句話講，佢哋而家睇個盤數，重點已經唔係出貨俾幾多零售商，而係喺自己門口吸到幾多客。Swatch 嘅策略其實一樣方向。佢喺半年報度寫到，自家精品店喺店鋪數量差唔多嘅情況之下，錄得18%銷售增長。Watches and Jewelry 差唔多一半 turnover 喺自己鋪做，網上直營再加多30%增長。Omega 仲誇張，零售生意增長20%。而家零售已經佔 Omega 總營業額嘅42%。更加關鍵係佢哋點樣形容批發。Swatch 喺講中國，包括香港同澳門，話 Retail business continues progression， 零售升9%，但第三方零售商嘅補貨 orders remain modest， 即係好明顯佢哋覺得批發商仲係好保守。咁品牌自然會揀將貨源鎖喺自家店鋪，集中喺旗艦店同專門店派貨。Richmond 嗰邊年報入面用咗幾個字眼形容 Cartier 同其他珠寶品牌，重心係一邊小心加價，一邊選擇性咁擴張零售版圖。用返香港例子 Buccellati 喺中環 Prince Building 擴張店鋪，年報直頭寫明嗰間鋪已經係全球排名第一。呢啲就係好典型零售優先，用自家店去鎖住最頂級客人。再睇埋地區表現，畫面就更加清楚。Richmond 報告講到，美洲全年係 double digit 增長，中東同非洲都係雙位數，歐洲、日本高 single digit， 反而亞太區只係 high single digit， 而中國、香港、澳門加埋淨係 slight growth， 仲要話係由夏季之後先慢慢改善。即係講句白啲 ，Greater China 而家唔再係佢哋最強勁嘅增長引擎。Swatch 半年報入面，美國增長27%，西班牙28%，印度38%，沙地阿拉伯41%，呢啲全部係 double digit 甚至接近40%增長嘅市場。中國加香港加澳門就只係零售升9%，同前面個對比明顯屬於企穩，但唔係爆炸性。喺咁嘅分佈之下，貨源分配一定會向高增長市場傾斜。香港要搶最新款，自然要喺自家精品店打入最核心客層。背後仲有一個因素，就係股票市場加 AI 股帶嚟嘅財富效應。近年好多分析都講，美國同部分新興市場因為科技股、AI 概念股飆升，令高收入階層資產水位再升一級。呢班人好中意用高級腕錶同珠寶去實體化財富，所以 Richmond 年報先會寫美洲地區全年 double digit 增長。Swatch 話美國、印度、中東都係勁升。呢種新富客群本質上就係會中意喺品牌自家旗艦店做消費，而唔係走去多品牌折扣店買平貨。反過嚟 Greater China 呢邊用最新25同26年嘅數字嚟睇就更清楚。瑞士鐘錶出口喺25年對亞洲整體係跌 3.8%， 當中中國大陸跌 12.1%， 香港跌 6.5%。 FH 仲講明2年加埋中國加香港合計出口值係大約跌咗30%，基本上將呢個區由全球第2大市場打落去第6位。去到26年上半年 FH 形容 Greater China 係 more stable， 中國同上年同期再跌 5%， 但香港回升 3.3%，
令成個亞洲結果算係大致持平。喺咁嘅背景之下， Richmond 年報先用上好保守嘅字眼，去形容大中華係由之前大跌慢慢企翻穩，但仲未翻到疫情後嗰陣瘋狂掃貨嘅年代。呢種局面之下，品牌最合理嘅做法係咩？就係用少啲批發去鋪貨，減低庫存風險，轉返去自家精品店做更精準嘅客戶管理。VIP list 等待名單、絲襪預覽、交叉銷售、珠寶同腕錶。Richmond 喺報告入面講到直營專門店係 by far the largest contributor。Swatch 就用 important productivity gains in its own boutiques 形容自家門店嘅效益。全部數據都支持同一個方向，零售優先，批發次要。對香港玩家有乜實際影響？第一，最新嘅 Omega 聯乘款奧運特別版 Royal Pop 之後帶起嘅高端款會越嚟越集中喺 Omega 專門店同品牌自家網店。第二， Cartier 嘅新款 Santos、Tank 甚至 Crash 同其他 unique piece 亦只會喺 Cartier 旗下精品店、旗艦店做重點分配。傳統綜合品牌店只會攞到比較穩定款同補貨貨尾。第二個影響就係關係會越嚟越重要。當批發比例被壓低，自家零售升呢，品牌就有更大自由度去睇你過去喺佢哋度嘅消費記錄嚟決定新貨 allocation。Richmond 同 Swatch 都係高盈利、高現金流嘅集團，佢哋唔急於用大量貨去換短期 turnover， 反而係想用稀缺同體驗去維持品牌渴求度。所以你喺 SA 心目中係咪 long-term client 會直接影響你見唔見到 novelty？ 最後總結一句，喺 Greater China 增長偏慢，美國同新興市場被 AI 股市推高嘅情況下， Richmond 同 Swatch 好大機會繼續加快升級香港同內地旗艦店，做更多 VIP 活動，再收緊批發貨源。對我哋香港標迷嚟講，新常態好簡單，想玩到最新嘅 Omega 同 Cartier， 就唔可以再靠傳統綜合品牌店偶遇，而係要行多兩步入精品店，投放時間同預算，慢慢同品牌建立一段值得用新作去回應你嘅關係。不過講到尾，其實都值得問翻自己一個問題：喺呢個零售主導、批發收緊嘅新局面之下，你咪真係想亦值得用好多時間同金錢去投資喺 SA 身上攞個好客戶記錄、博新貨 allocation， 定係反過嚟將同樣嘅心力用嚟 upgrade 自己嘅知識，例如睇多啲數據，學識分辨年份、機芯、狀態，慢慢喺二手市場尋找 undervalued goodies。 喺而家瑞士出口放緩、品牌收緊貨源嘅情況下， pre-owned 市場其實反而會出現更多有趣機會，等你用腦同眼睛，而唔係靠關係去捕捉。我係 Ian，如果中意我創作嘅內容，記得 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見。